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式表明要解散眾議院，政治上嘅不確定性繼續對日元造成壓力，後市又會點呢？早晨，我係 AI Mark， 今日係2026年1月15日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尋日正式表明咗喺今個月23號提前解散眾議院嘅意向。佢表示會喺下星期一開記者會詳細說明。市場估計，如果眾議院23號解散，投票日可能會定喺2月8號或2月15號。喺呢一種情況下，2026年度預算案嘅通過時間可能會由3月底押後去到4月之後。到時政府可能要編製臨時預算，以維持財政運轉，預料會為日本經濟帶嚟一定負面影響。另一方面，高市早苗偏向擴張性財政政策同寬鬆貨幣政策。由於高市喺大多數民調嘅支持率一直保持喺70%以上嘅歷史高位，市場預期如果選舉獲勝，可能有助於佢嘅財政寬鬆議程，減輕佢推行高達1350億美元刺激計劃嘅阻力，對前景日元不利。除咗政治上嘅不確定性，市場對日本央行下次加息時點嘅疑慮，同中日關係發展嘅最新情況，亦對日元造成壓力。上星期，中國宣布禁止包括部分稀土元素在內嘅兩用物品出口去日本，加劇咗日本製造商嘅供應鏈風險，可能對日元構成逆風。貨幣政策上，利率期貨價格反映市場預期日本央行3月減息機率剩低唔到10%，4月減息機率只約32%。預期有關提前大選消息會繼續主導日元走向，不過由於美元對日元匯率已接近當局之前採取直接干預行動嘅160水平，市場一直密切關注具體動向。日元尋日曾一度觸及對每美元159.45，係2024年7月以嚟嘅最低水平。其後，日本財務大臣片山高月警告，可能會採取干預措施，支持日元反彈，對每美元去到158.08。值得關注嘅係，日本上一次疑似干預市場以支撐日元，就係喺2024年7月12號，當日美元對日元匯率觸及159.45。財務省2024年曾疑似3次干預外匯市場，年內美元對日元曾去到161.99。短線而言，日元對每美元或低位震盪，至於係咪進一步測試160，要睇日本政府係咪有出現阻止貶值嘅動作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哋聽日再見。